你既是一片孝心，是孤終老，因何又會犯毒殺之罪呀？大人聽啊，我心
招蜂引蝶，看來你在夫死之後嘛。夫死之後嘛，唉，夜漫漫，心思風裏多，凄發啼驚一陌上。一口清塵
妻夜坐，待迎人，夫作事原是貴賤，在迎何能判案保倫上，強忍柔情，茶記王夫人，斟酒問題壺，既然羹湯係丫鬟麗香所賣，可曾敲問麗香啊？未曾敲既然問啊，羹湯有毒，可有追問毒藥來源？未有跟查。張如兒既有逼嫁之心，當有引線之人，又曾否提控誰下彩銀啊？未曾提控一不敲問麗香，二不跟查毒藥，三不提控淫梅。